香港加密貨幣第一股 HashKey 招股，收入持續增長，但無盈利。抽唔抽？本港持牌虛擬資產交易所 HashKey Exchange 無期 HashKey 2月9號起至12日招股，計劃發行2.4億股，一成於香港作公開發售。招股價介乎5.95蚊至6.95蚊，集資最多16.7億元，每手400股，一手入場費2808.04元。HashKey 預期將喺12月17號掛牌買賣，摩通、國泰海通與國泰君安國際為聯席保薦人。若按招股價區間上限計算 ，HashKey 嘅估值將達到約190億港元。HashKey 提供一個持牌數字資產平台，以提供交易促成服務、鏈上服務及資產管理服務。其平台具備發行同流通代幣化現實世界資產嘅能力，並已推出 HashKey 鏈，一個可擴展且具互操作性嘅 Layer 2基礎架構，專為支持鏈上遷移而設計。作為香港虛擬資產交易所領域嘅絕對龍頭，HashKey 喺2024年以6384億港元嘅交易量穩居香港市場首位，市場份額超過75%。截至9月底，平台資產逾199億，當中有3.1%存放於熱錢包，96.9%存放於冷錢包。交易所現貨交易量累計1.3萬億。公司業績亦增長迅速，2022至2024年收入累計增長近460%，2024年營收達7.21億。不過因技術研發、合規佈局等高額投入，公司尚未實現盈利。過去3年分別虧損5.9億、5.8億及11.9億元。今年首6個月 ，HashKey 公司權益股東應佔虧損5.1億元，按年收窄34.8%。至於收入則跌26.1%至2.8億元。股權方面 ，HashKey 投資者萬向集團董事長盧偉鼎為控股股東之一，持有43.2%股份，並有權行使員工持股計劃平台嘅22.9%投票權。HashKey 創辦人超峰持有16.3%股權，其他投資者持股17.6%。呢次 IPO 引入 UBS AM Singapore、富達基金、CDH、順庭基金、Infinity、智源控股、利通、SpaceZ Pte Ltd、Shining Light Grace Limited 合共9名基石投資者，投資金額7500萬美元。IPO 完成後 ，HashKey 嘅主要股東將包括盧偉鼎、GDZ International 由盧偉鼎全資擁有。HashKey、Intexra、普星能源同 XChainX， 其他機構股東則包含高瓴創投、富達、美圖、盛世財富、領輝投資、People's Capital 同 OKG Venture 等。HashKey 係以太坊嘅早期企業投資者之一，由創辦人兼董事長蕭峰於2018年從中國汽車能源巨頭萬向集團分拆出嚟成立。今年早啲時候，有報道引述消息指，投資美團同拼多多等科技公司嘅高瓴創投 Quorum Ventures 曾以超過10億美元嘅投前估值向 HashKey 投資3000萬美元。公司已將所得款項淨額中約40%用於技術及基礎設施迭代，約40%用於市場拓展同生態系統合作夥伴關係，約10%用於營運及風險管理，約10%用於營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途。根據弗約斯特沙利文資料，按2024年交易量計 ，HashKey 係亞洲最大嘅區域性在岸平台，亦為香港最大嘅平台，市場份額超過75%。喺交易業務之外，按質押資產計，係亞洲最大嘅鏈上服務提供商，同時以在管資產計，亦都係亞洲最大嘅數字資產管理機構。截至9月30號，平台共支持80種數字資產代幣，涵蓋多個類別，包括主要 Layer 1資產、去中心化金融 DeFi 代幣、穩定幣及新興生態系統項目。截至10月31號，分別擁有14.8億元嘅現金及現金等價物，以及總值5.7億元嘅數字資產。數字資產中，主流代幣佔比89%，包括 ETH、BTC、USDC、USDT 同 Sol。集團嘅客戶群主要由以下4部分組成：機構客戶包括銀行、資產管理公司、家族辦公室、對沖基金同 Web3 開發者；Omnibus 客戶如持牌證券公司、生態系統合作夥伴以及零售用戶。